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对明仔载开始就是连续3天的中秋连假咯，高公局预测拜五路人交流量上大，往期然是对今开始车真济，可能达到半暝啊。民进党的郑宝清硬要选汤市长，国民党的庄东锦也是要来选一个苗栗县长，目前这两个人拢去互伊的党态度同志。包括上大党今宣布总统发起就是希望众人来推广拍靶，将歹当作是跋筊，民众看法是有好有坏。对明仔载开始就是连续3天的中秋连假咯，国公局也预测讲，这拜五路南的交通量是上大的，往宜兰对今仔开始车就真济，可能会达到半暝啊。也因为明仔载要放假，今仔日真济人拢会回乡。不过，伫个台铁的观音车头，却有这并交道设备出现故障，害真济车帮拢慢分，甚至有一寡车帮拢有慢半点钟以上。工班出动到现场维修，不过平高道后置也是无法度正确讲明是不是有车通过，今年用人工方式来引导。村长讲，其实已经故障4天，想不到特别到中秋节也是修不好。这个铁路平交道已经连续4天断断续续的故障，警察只要栅栏放下来就没办法通行了。台铁表示，因为观音站记得去遭到干扰，后置故障，所以花坛到观音之间两个并交道无法度正常运作，路南北上真侪列车慢分。伫台北车头，区间车甲对号车拢严重慢分，一个自动号慢51分钟，未少旅客只有伫月台苦苦等。有时候会这样子啦，有时候对啊，因为我自己是坐就是台铁上下班，所以就是很见不得国关。其实我搭火车常常碰到误点的状况，已经习以为常了。伫国道高速公路是伫中道出现车侪状况，国道5号路南北那到头城路段时速比40公里较低，到下班时阵佫较窒。高公局预告，公路路南车侪状况会一直到拜4半暝。连假首日嘛。往东部的旅游的游客大概早上4、5点就会开始出门了，所以5点之后车流量就会非常的大，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左右。高公局表示，中秋节3天连续假期，整体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3倍。假期第一天9月7日，路南车流量上大；假期第2天甲第3天，会伫公路上北的入口为下晡2點到暗時9點實施高承载管制。記者綜合報道。伫咧中秋时阵，真侪人拢会买这两人酥。不过警方发现讲有嫌犯伫并且社团卖一间真出名的两人酥，而且佫用佫较悬的介绍伫咧卖互别人。经过调查，发现讲这两人酥毋是迄间有名店的产品，而且包装盒仔也是买的，已经卖上万阿布，这乌心钱赚600多万。这盒仔安怎来？我甲代购买，代购互我。这个穿红衫的查甫人手内摕着两人酥，互警方看。警方对伊的仓库抑个袋内面找到真侪盒糕点，抑个礼盒甲纸袋啊。原来伊涉嫌仿冒知名品牌博尔方的产品伫咧卖。有心人士对外声称可以透过特殊管道大量订货，提供消费者的代购，为实际所提供的货品来源及成分不明，全案依涉嫌违反刑法诈欺罪、伪造文书罪及商标法案，移送地检署侦办。输入关键字了，出现真侪 FB 团购社团，一个姓叶的查甫人，伫咧过去几条遍发文提供代买的服务，即马煞被抓包，以挂羊头卖狗肉。警方发现伊涉嫌仿冒商标，进口来源甲成分不明的糕点，用市面上加几条倍介绍伫咧卖。最近这2年上万盒已经流入市面，不法获利要甲600万。大批警力来抓人，有嫌犯讲要放流米伫咧便所内面，唔敢见人。新北市也有诈骗集团伫咧网络散布假信息，骗讲会当轻松兼差，增加被动收入，诱骗超过40位受害者，不法获利到2000万。警方伫咧清查了发现，主嫌犯有帮派背景。侦办这个竹联帮名人会从事诈欺机房工作，我们就根据这个第一波行动掌握到的事证，去抓出这一些集团的上游的干部，总共7名的犯嫌。诈骗的步数真多，手法也奇奇怪怪，自切头路、投资诈骗到即马也有好冒艺名伫咧诈骗。
像这种非法的行为，除了民众家己要注意以外，警方也继续追查打击犯罪。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明仔载是中秋连假，不过咱也是爱注意一件哦。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4846个本土病例，29个人死亡，而且出现这 BA.5 疫情以来头一个脑炎死亡囡仔。也来讲到政府采购的新配方疫苗，在野党拢伫咧批评讲，为什么唔买 BA.5 疫苗，却买 BA.1的？指挥中心表示 ，BA.5 疫苗也未经过人体试验。因来讲到这 BA.1 疫苗受经过试验，对这 Omicron 各种的变种病毒拢是有效的。中秋连假进前，本土疫情升悬，指挥中心初步公布，增加34846个本土个案，29个死亡个案，其中出现一件儿童脑炎死亡个案，是这波新疫情了后的头一个。另外，增加的182个中重症个案中，出现一个儿童免死死重症个案。不幸在9月3号的时候，因为这个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哦。那死因的话，就是有新冠病毒的感染，也有合并这个急性脑炎以及多重器官衰竭的一个情形哦。面对这波疫情来到真凶，政府已经买 BA.1 双价疫苗，和在野党积极是超办准备批评安怎唔买 BA.5 双价疫苗。指挥中心回应，原始拄加 BA.5 疫苗只有美国采纳，目前只有动物试验，莫德纳也只供回予美国。若要等这款疫苗唔难了时间，到时阵恐惊阁有新的变异株，那一再等待会永远拢做袂到疫苗。现在有一个 BA.1 的那个次世代疫苗，而且它已经证实说它引起的抗体反应是比原始病毒株所做成的疫苗还要来得好。中秋连假被告，指挥中心提醒，无做疫苗种者是幼稚，无建议参加航班，也推测这波疫情的高峰会落伫大约20左右。之前的估计就是在9月的这个中下旬哦，大概在9月20号，在我们的推估里面，如果到达最高峰的时候，那单日是从3万到6万之间都有可能。驻银行社受害救济审议小组8月同意，13件救济案其中桃园一名少女，自 BNT 了后出现心肌炎，核准300万救济金，是上少年的救济案。指挥中心也买1万剂，保证对 BA.5 上有疗效的 Abusure 单独抗体。第一批1728剂，初六已经来台，初被配送，提供互免疫的族群更较完善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今仔日有公布清冠2号临床试验结果，显示重症保护的效果是真好的，会当减少74%的死亡率，也已经把这技术转予国内8间药厂，目前正在等待通过紧密授权。清冠1号进化版清冠2号将会进行临床试验。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发布上新的临床试验结果。伫咧246位需要到送洗重症患者内面，分做接受西医常规治疗、加西医加清冠2号合并治疗2组。上尾西医组有27位死亡，合并治疗组只敢拿7位死亡。同样的，在123位的重症患者里面，30天的住院观察期，只有7位的死亡。那显示呢，清冠2号的介入治疗可以显著的改善74.07% 的死亡风险。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分析，基因转成鸟鼠的实验发现，新冠重症患者是有弥漫性的伤害，产生纤维化情形。但是使用清冠2号治疗，会让完全避免肺部也无纳入去的情形。研究显示，清冠2号对强化心肺功能的效果比清冠1号要更加明显。病毒复制上的这个可以阻断掉。那还有免疫的调控之外，还增加了强化心肺功能，以及呢那个肺里面有很多痰液哈，这些病理产物的排除，所以它就产生更好的作用。目前清冠2号已经技术授权予国内8间中药厂，其中1间药厂已经准备向中医药师提出EUA的审查。中医师工会也希望清冠1号加清冠2号唔同只是EUA紧急授权。应该量早通过正式药证，才做正式的处方计划，而且会当公费一直到疫情结束。记者综合报道。
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各地头的选战，讲到年底9合1选举，这压力伫桃园一个苗栗咧，都出现共一个党有2人要参选的情形。民进党的中评会今日针对脱党参选的前立委郑宝清，该开除党籍。也另外苗栗县的议长张东锦登记参选县长，国民党的科技会今日同款也该开除党籍啊。民进党前立委郑宝清为期参选桃园市长，和民进党桃园选情增加变数。要拼立即执政连任，民进党中评会7月正式开刀。那今天针对于郑宝清先生他违纪参选案，那今天召开中评会，那全体中评委一致通过，依照违反纪律评议裁决条例第12条的规定，违纪参选一律予以除名，也就是开除党籍。这个去吃看庙公了哈，去吃看庙公。把一个坚持党的理想、坚持一个建党精神的人就是被骂北国的人被一个北揍的人开除了哈。我们都是从政党员，都受到党纪的规范，那我也尊重中评会的一个决定。郑宝清强调，家己是客家人，有硬颈精神，免互人摸头，也唔惊互人砍头。不止着赢桃园闹分裂，国民党伫苗栗县长选举也成变数。国民党科技会7月开会，决定对苗栗县议会议长张东锦为其参选处罚。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对于这个苗栗县这个张东锦案子呢，是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中央对这个事情不闻不问，就直接用撤销党籍，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恶，我们一定会去警告。张东锦表示，受到通知会拍官司，确认党员资格。另外，参选议员中央委员徐正文、甲花莲市前市长桂嘉贤，国民党针对2人违纪参选，分别决议开除甲撤销党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时中今日发布妇女政策，办公来推动这性别平权，减轻着爸母饲囝的负担。陈时中也批评蒋万安是医疗法规的外行人，不过蒋万安强调家己提出的是具体解决方案。另外，无党籍的黄珊珊是批评讲，这陈时中所讲的真侪项，市政府进前拢有伫咧做啊。当然大家知道我的年纪稍微偏大。我们在当年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这种平权的概念稍微是缺乏。陈时中讲起以前的经验，为家庭生活发现性别无平等。7月，陈时中发表性别政策，讲要提供临时托育服务，各种性别的安置庇护机制，嘛透过各种设施甲系统的完备，鼓励各种性别拢通参与家庭事务，而且自我实现。不过，陈时中半暝伫面册答问，批评前1国民党蒋万安提出的长照政策，要甲联合病院的长照床位增加到500张，是甲法律冲突。记者会上搁再批评蒋万安无专业。他本身也是卫环的委员那很多年了，那对于长服法或相当的医疗的法规应该有所认识，而且他也是一个法律人。那对整个在提出来的政见跟法律上面的汉格这么的大，倒是让人家觉得意外。蒋万安今日拜会长老教会、相连教会的长老江建庭，面对长照政策受到对处批评，伊搁一摆说明家己的政策。我们提出具体的方法，要来解决现在长照床位不足的问题，就是希望抛开行政包袱，突破法规的限制。我想希望能够大家共同朝向增加长照病床这样的方向跟目标。另外，无党籍参选人前副市长黄珊珊今日登去市政府参加活动，针对陈时中的政策，伊讲市府早前就有咧做，嘛有哪做哪找出问题。妇女庇护的部分其实做得非常完整。那男性的部分大部分是儿少，所以儿少的机构安置也都有紧急安置，每个区都有临托的保姆，但是你要预约，他要了解你的孩子，到府临托，你放心让一个陌生人到你家来，并不是那么容易。黄珊珊表示欢迎大家提出更较好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嘛要考虑是不是会当执行。伊嘛批评陈时中的记者会，大部分的证件拢是立委还魂的说明，即记者的政策敢真正是陈时中所提出的。记者国民党随曾派文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拢真关心台海局势。美国白宫的安全顾问苏利文接受媒体访问时阵强调，中国拍台湾的威胁抑阁真大。不过，美国的立场绝对袂改变，反对任何用武力改变现状行为。另外，有8个无共党派的美国众议员昨来到台湾访问，早起要含总统蔡英文见着面，强调两个国家拢会继续来加强民主甲经济博弈的合作。
总统蔡英文特别接见美国众议院跨党派的访问团，包含民主党的莫菲甲凯西里、共和党的法兰克林、威尔森、巴尔、艾萨、坦尼和凯默克。蔡总统致辞时，感谢8个人过去对台湾的支持甲协助，佮伫中国军演了后来访问支持台湾，展现两国的友好关系。蔡总统强调，咱国袂对威胁屈服，也和民主的盟友做伙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希望台美强化经贸关系。我们期待也有信心和美国洽签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促成双方的经贸发展。同时，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和美国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为彼此打造更良好的投资环境。期盼在座的议员能够一起来支持。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Congress can do right now is to deepen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nd in particular, by pushing for a high-quality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And I personally would like to see a Ding Tai Fung in Orlando. 莫非对强化两国关系来赞声，伊阁笑讲希望看到丁泰丰会当到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开分店，台美继续稳定发展。不过，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伫接受平埔社专访的时表示，中国入侵台湾的威胁犹原鲜明。It remains a distinct threat that there could be a military contingency around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actually stated as official policy that it is not taking the invasion of Taiwan off the table. The American position has remained steadfast and consistent,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ush back against any effor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公布投资环境风险报告，讲台湾伫中国军演前后投资环境的一个政治风险退步12名，对24名落到36名。不过其他项目表现袂歹，整体表现只有-3名，变做是第6名。工商界甲学术界拢认为，国内整体的经济表现也是算袂歹的。因若讲到这外国资金来台湾投资意愿无大，就要继续观察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敢有改变。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了后，中国强化伫台湾4个月军演，增强侵扰。对国内投资风险带来影响，根据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最新的投资环境风险评估，中国军演了后，咱国投资环境整体评比为第3降到第6，营运风险甲汇兑风险各降1名，政治风险倒退12名，变做36名。工商界对此认为，整体经济也袂歹，对外资投资意愿影响应该无大，不过也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像两岸情势的紧张，会不会加剧这个外资出走的这个情势呢？我看起来还好嘛。我想在工商业立场，我们当然是希望要和平嘛，那两岸还是要对话，两岸的交流，这还是好事情的，这是应该要做的。高通两业肯定政府作为互汇兑稳定，减少企业可能的汇兑风险，由经济学者认为，咱国目前面对的政治风险属于外在因素，不是咱国单方面会当决定，也是爱观察未来发展。除外，台湾伫其他方面拢是排头前，产业技术甲制造优势拢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参加台湾供应链有兴趣的外资企业其实不会减少，只会越来越多。包含中国的风险、地缘政治的风险，如果还会持续这个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大概的排名大概也就比较难有一个改善的空间了。区正营也会5号战役分析，中国若对台动武，会互外商前往投资意愿减少。若中国经济继续成长，安尼为了维持经济成果，对台动武的意愿也会降低。另外，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欧平商会主席吴德克认为，5号战争了后，中国投资吸引力下降，官方强硬的疫情清零政策也反映出北京甘愿牺牲经济求清零，也拢会削弱外资到中国投资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授权新配方的疫苗了后，这礼拜开始要和民众注射，希望会当赶紧来对抗这 BA.4、BA.5的病毒株。另外，这纽约州长伫初7宣布，这大众运输工具唔免搁再挂嘴暗道。Masks are encouraged but optional. This is what you're going to see on our subways and our mass transit throughout the state of New York. The message at the bottom is very important. Let's respect each other's choices. 纽约州长霍克尔初7宣布讲，包括纽约地下铁系统在内的公车和铁路、机场和共享的轿车服务，佮监狱、游民收容所，虽然拢唔免佮强制挂，鼓励使用，但是唔免强迫使用。病院和疗养院内面同款嘛爱挂。
科克尔讲，纽约州目前感染和住院的人是愈来愈降，疫情嘛愈来愈稳。加上 CDC 顶礼拜是批准针对 Omicron 变种的次世代加强剂，面对秋冬的疫情，更较有准备。伊嘛伫记者会现场马上做，嘛呼吁有需要的人较紧做。So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now, we have boosters that are approved that are target specific variants. We haven't had that before. Are to target the Omicron variants BA4 and BA5, which has been the predominant variants for a number of months now. 美国 CDC 是建议所有12岁以上过去2个月无注预防针的美国人，拢来做新版的次世代2价疫苗加强剂，会当得到对抗原始和变种病毒株的保护力。白宫首席的防疫专家福基讲，未来有可能会变作敢若流感预防针，逐年做一摆加强剂。公司新闻时会中编译。为了卖互能源危机影响到，欧盟领袖拜三就提起讲，要甲这罗西亚进口的天然气甲石油定一个上界关价标准。这个想法虽引起罗西亚掉卡顿地，总统普京就警告讲，若准欧盟要安尼死做，罗西亚会完全禁止这涂炭天然气甲石油的出口。另外，伫这个乌克兰东部，因为战争关系无天然气啊，伊也伫咧烦恼讲要安怎用茶起火度过这个寒天。俄乌战火继续谈，俄罗斯甲欧盟之间的能源战也得咧升级。俄罗斯就靠北溪1号天然气管线的故障，已经停止对欧洲供气，造成13个欧盟国家受到影响。民众若无力负担哪来哪贵的能源账单，也烦恼寒天来临无烧气。为了化解能源危机，欧盟指挥会主席冯德莱恩拍算伫拜五的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提议对俄国天然气设定继续上限。We aim at lowering the costs of gas, and therefore we will propose a price cap on Russian gas. 不过，安尼做刷压俄罗斯总统普京生气，以指控欧盟安尼做将违反合约规定，呛声将无受到使用手段。И вообще не будем ничего поставлять, если эт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нашим интересам,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Ни газ не будем поставлять, ни нефть, ни уголь, ни топочный мазут, ничего не будем поставлять. 普京佮引用俄国有名的动画故事，警告西方国家设立伫寒天唱，让个尾流放冻结。这当时5月间因为战火放冻期的乌冬期民众烦恼的。有关留伫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民众，当咧积极准备用来驱烧的茶火，手机甲废弃的家具，拢总会当摕来做茶烧。Будем, наверное, как-то группироваться, чтобы как-то где-то постоянно где-то у кого-то греться, чтобы в одном месте было, чтобы у нас тепло было, как бы мы собрались, а там как уже. 因是制定这种香茶的传统火炉，希望互家家户户会当平安度过寒冬。不过除了无天然气，当地也欠水欠电，这个寒天肯定非常的艰苦。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南韩政府8月宣布，到2036年之前，要搁再增加6座核能反应炉，所以引起核电厂附近的民众惊吓。不过，南韩根据到6月民调资料，要到4成的民众支持增加核能发电，支持废除核能的民众却是无够2成。一手拖黄色有核电标志的铁桶啊，一手扭过观察的班车，南韩月城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抗议政府想要扩建核电厂。 다른 데 전부 다 그 자리에 여기 고향을 집이고 뭐고 다 버리는 택이지. 필요 없다 이거지. 受到俄国战争影响，俄国用各种理由停止提供欧洲国家能源，和欧洲出现欠能源的危机。为了防范同款状况发生，甲要拼碳中和的目标，南韩尹锡悦政府8月宣布要扩大起核电厂，和核能正做国家战略产业，嘛，和生活伫核电厂周围居民烦恼健康的问题。 마을 주민들이 방사능 검사를 한 거지. 이제 한 40명 정도 했는데 거기서 5살입니다. 그때 최고 어린 아이가 5살이었어. 5살이면 애 몸속에도 방사능이 방사능이 들어있다는 결과가 나왔으니까. 南韩的核电发电电量是世界第5名，有24个核电反应炉，会当提供23250条瓦的电量。当局计划到2036年要搁增加6个反应炉，希望至少到2030年之前，会当把核能的供电量为27%提悬到33%。对国城的居民认为核能会影响健康，南韩水利甲核电公司表示，居民体内会检测到微微的物质，不过一年的暴露量比自然辐射搁较低。甚至有学者表示，国城检测
到的辐射量等于一档食掉6载的金蕉，强调核电厂的安全。在今年6月底，南韩盖洛普的民调显示，39%的民众支持扩建核电厂的政策，只有18%的人希望减少。加上核能除了会当维持照明以外，卖替制造业提供动力。对于生产晶片、汽车、显示器甲电动汽车电池等等，南韩这的重点工业来讲，拢是真重要的。嘛，敦促现时的政府加速南韩的核能发展政策。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地球暖化和天然灾害是愈来愈严重。联合国气象专家指出，今年受到环境应现象影响，真侪国家的水灾甲苦化拢变搁较严重啊！也讲这性应现象会已经2年多了，可能会到年底。专家也要提醒讲，要注意极端气候所造成影响。巴基斯坦的苏克尔已经恢复好天气，不过雨大水后造成的积水也无完全退去。在南部都市塞赫湾，对外交通也好积水塌掉咧。要生囝的妇人人至3点外钟的船才到上近的病院，总算平安将囡仔生落来。巴基斯坦今年季风雨季规模比以前较大，破纪录落雨量加上关山冰川涌起，才造成大水。全国1/3的面积浸伫水内，上大淡水湖爆发强要放弃，经济损失有3000亿新台币。联合国预估有640万受灾人口正需要人道救援。巴基斯坦的大水引起气象专家烦恼，气候变迁影响地球的天气。联合国警告，造成海水表面温度冷却的反性应现象，会在无同款的所在造成无同款的影响，比如雨季雨量暴增，可化所在更加恶化。In the future,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global warming, La Nina and El Nino will remain a dominant factor in the year-to-year evolution of the climate system. That's one. The rainfall variability, which is the rainfall associated with La Nina behavior, will amplify. So, which means we will have variation of La Nina and El Nino throughout the century. 气象专家指出，反性应现象是自然现象，不过这一波反性应已经连续2年多，有估也会继续到年底。反性应现象连续3年发生的情形真罕见。虽然应暂时减缓全球气温升高，不过气候变迁已经是不可逆，甚至会甲反性应甲性应现象互相影响。Some of our studies are showing that project that extreme El Niño and extreme La Niña events will become more frequent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global warming. 气象专家提醒，地球暖化冲击自然现象，极端气候带来灾害已经无法度避免。未来各国政府一定要做好防灾准备。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Apple 伫今透早公布上届新的 iPhone 14手机啊，除小 mini 有全新的 Plus 版本，计共有4种的机型。台湾也是头一批上市的地区。不过，这新手机啊是比顶一代贵差不多2000块台币。As you can see, we're going big with iPhone 14 and even bigger with iPhone 14 Plus. 苹果粉丝期待秋季发表会，美国时间推出进行。iPhone 14系列手机正式展出，甲以前无同，这边取消 mini 版本，改上全新的 Plus 版本。屏幕有6.7寸，虽然甲 iPhone 13比起来，只是小可改款而已。翕相机的像素变较悬，屏幕顶头的海格拉变较细条。不过新增加车祸侦测甲卫星 SOS 紧急服务，互使用者就算伫咧无网络的环境，也当喊救人。Today we are announcing a groundbreaking new service for iPhone, Emergency SOS via satellite. We designed and built custom components and specific software so that iPhone 14 antennas can connect to a satellite's unique frequencies. 美国甲加拿大的使用者11月就当开始使用这项服务。而且前2年是免费。iPhone 14按算16正式开始卖，台湾是第一波上市的地区，不过拢比顶一代起价起2000块。另外发表会有3种新的 Apple Watch 加新的耳机 AirPods Pro 2。分析师讲，对新的功能会当发现 Apple 开始关心使用者的人身安全。When you start to piece all the elements together, you start to realize, hey, they are enabling these types of medical services practically, certainly emergency services that
presents a picture of the company kind of looking at overall health and wellness and the medical side of things. 一场研究公司预估，2022年全世界智慧手机出货量将会降6.5%，不过平均绩效将会提悬6%。Apple Watch 等配件带动苹果的业绩上涨，今年顶半年迄年就到440亿美金，而且手机意外是占去年销售额的52.4%。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马超上大党今日宣布总统发起人士希望讲，有兴趣的人呢，做伙来加入来推广这拍麻将，也莫把这个拍麻将当作是跋筊。行政院表示讲会依法受理审查，不过民众针对因创党的看法，说是有好有坏。用三大部半片广告说明理念，佮提供 QR code 申请入党。马超上大党特别宣布创党发起人过时开记者会表示，马超长期互人污名化，全世界各只有台湾将拍麻将定义做跋筊罪，希望爱麻将的人共同来证明。台湾麻将人口将近有400-500万人，如果我们只要有其中的1/20，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国内最大的政党。我们会推派人选作为不分区域委，我的目标是每一个乡镇都有麻将。行政院宣布，即摆法律并无定义拍麻将是跋筊，是要因为偶然事实跋筊财物，或者是营利目的提供场所跋筊，即是有跋筊罪。学者认为，台湾是高度保障结社自由的国家，是不是有违反善良风俗，爱看内政部认定。赌博罪，它是一个涉性的行为，就是所谓的基于偶然的事实来赌博财物，基于盈利的目的提供场所供人赌博的话，也会有赌博罪。如果被认定为是有违善良风俗，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种智慧财产权的问题的话，应该就会要求要更名。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裁量的这个部分，就是要看我们内政部人民团体法，或者是在这个相关主管单位怎么去认定了。在地经营麻将馆10几年，有400个会员的台中麻将纸牌发展协会赞成麻将上大党的创党原则，希望拍民众印象，无排除入党。有人烦恼推广麻将会互上班族少年人定位其中。不要再那么刻板的，就说打麻将就是赌博。我们就是想说，打麻将也可以，就是一个麻将比赛，大家竞技，也促进一些老人家的一个休闲活动。有空有闲的人才在玩的，像平常如果上班族的话，或是年轻人的话，也不太适合一直沉迷，因为我觉得麻将是会沉迷的。台湾目前有79个政党，麻将上大党是不是应正做新的政党？除了要通过内政部审查，可能需要更较侪民间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前卧槽的执行长刘林伟，几多年前去互3个女性指控讲伊会对因卡来手内甚至硬钢针，落尾刘林伟去互检方起诉，经过官司审理，落尾是判刑8个月。在2017年，刘林伟透过并且讲要找人出来讲这工课代志，把这被害者招出来，坐在车顶甲人乱来。专案伫1审认定伊有共安怎，判刑1年6个月。上诉到2审了后，改判8个月。这专案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了后确定。交给马拉松选手林义杰去互指控讲，伊涉嫌成立公司，设圈套，互网友掠影片落来，再来告网友，利用这款的手法伫咧趁付该金。检方依照违反律师法等罪嫌，甲林义杰起诉。不过林义杰认为家己是受人冤枉的。超马选手林义杰涉嫌成立公司，专门包揽土地盗版业务，替影视业者向非法下载网友提高换取好解金。8个月内，各将认清件，互检方以违反律师法等罪嫌起诉，敬请法院中当量刑。我所理解的专属授权不应该行使这样的权利被污名化之外，最让我气愤的是，有人说我仙人跳。放种子、诈欺，这完全都不是事实。林义杰替家己发冤枉，无牵涉不法的代志，强调是咧做对的代志，被污名化对待。不过检方指出，林义杰无律师身份，违反包揽他人诉讼以外，处理手法有问题，涉嫌上传影片营造钓鱼环境，诱捕网友下载，就此提告无利。杜律师提醒，网络即马正普遍，各种资料简单用找到，不过想要下载使用，都要暂暂。
理论上，他如果没有公开的声明说，我可以授权让你免费来下载，原则上你都可能是要付费的。你看到的东西或下载的东西，就是没有经过合法授权的，因而触法。亲像过去都案例，看出民众赔钱无代志的心态，故意上传诱骗下载，透过提高和解来赚钱，就算有心人违法在先，不过民众也要注意，若非法使用他人著作，误吸到著作权红线，可能会牵涉刑事甲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的成都世大运，2022年杭州亚运，都因为疫情延后到2023年举办。也来讲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竞赛项目，今年9月也开始办理各项的比赛咯。体育署表示，已经有准备3合1的备战策略，希望选出上届优秀的选手，替台湾拼出好成绩。欢喜徛起伫颁奖台，东京奥运跆拳道的女子57公斤级别铜牌杜嘉玲，8月底伫塔林公开赛摕到金牌，替家己前2站失利报仇。主动攻击一定要多了，罗教练的习惯就是防守比较好，但是现在就是你防守没办法，卡脚没办法，因为对手就一直来，一直正拳，一直近身，一直推，变得要加强他的攻击能力。罗嘉玲转战巴黎大奖赛16强，要入去8强的时阵可惜失败。初七伊和队友国荷兰准备奥运训练队击败上尾一站比赛，但是伊和另外4个量级的奥运国手，明年敢会当来代表台湾出赛，还未确定，因为奥运延1年来办。体育署已经请协会来斟酌评估，敢要改遴选的办法。如果他们不动也可以，但是要怎么样去做测试或备战？原来取得代表种子这个赢的话，那他就取得代表。如果挑战者赢的话，再来一场5战3胜，等于是双败淘汰的概念走。维持原本的遴选机制，会当办7赛也是对抗赛，若要修正，就要斟酌设计。体育署车已经遴选，而且协备国手的单项协会9月底进程来提出，就是为着要选出上好的选手，争取上好的成绩。他现在跑了9秒9，但是到最后他到明年他跑了10秒5，别人已经跑到9秒8了，你说那10秒5是达标的，他就去参加了，这个也是不合理。因为2024的巴黎奥运今年9月开始培训，体育署讲含奥运甲分队的培训队，而且已经训练呢，原则上二培并亚培来进行，亚培经费虽然已经伫9月进程来核定，只要协会提出计划，会全力支援，经费是无上悬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咧台南有民众撞到假做台电外包厂商的情况，讲要来替民众安第2粒的电表，通好省电钱。甲民众收1-2万块了后，却拢无来装。到目前，全台南已经有40人去互骗去啊！台电也讲要装这电表，会当请合法的水电行配线了后，台电会派人来装。有问题直接去问台电是上安全的。旧电表顶悬购一个新电表，内底线路拢友好，所以一直无人来装类表。有民众等个月好奇问台电，才发现受骗。原来有一个查甫人惊讲是台电委外包商，锁定只有一个电表的客机，讲用到3工装新电表来省电，每户收15000到25000，不害获利有超过100万。拄啊有人都小少钱哦，嘛佫比较便宜啦，嘛佫比较这个歹大便宜啊，安尼啊。较省，一般较省电哇，早伊啊，尾啊装了，拢无联络啊。警方发现全台南市至少40人受骗，其中永康区5月到7月都11人互人骗去，顺线伫7日将人抓到，先后依照诈欺罪嫌上班。初步发现本市的被害人有高达40多位。那我们讯后将诚信犯嫌依照诈欺罪嫌送办，那后续将在清查其他被害人扩大查办。好，外线施工执行完毕以后，那就是会来报内训的竣工，然后台电就会去装表。台电提醒未主动上门，爱民众加装电表，装电表要一定定时，爱伫合法水电人员配线了后，台电确认线路无错误，才派专人来装。每一摆费用差不多5500左右，若有疑问也建议随时敲台电客服专线确认，唔通凊彩交钱。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警方昨暗伫咧巡逻时阵，有临检一个骑奥多拜，因哪食薰哪骑奥多拜的查甫人，发现讲伊奥多拜内面呢有开山刀也电击棒，准备要甲一个人带登去警察局的时阵，想袂到伊煞来攻击警察，当场去互警察压伫涂骹。
现外伫台中的有2个查甫人食酒醉冤家相拍，警方去到现场说起互攻击，也甲这2个人全嫌姜仔水拢掠起来治罪。星期暗时10点外，警员伫中华市区巡逻，看到一个男性骑车食薰，佮无挂喙暗，真可疑，就甲伊抓落来，发现伊的机车箱内底有真侪支刀仔佮违禁物。啊！你这本来就违法的物件。啊！我去路用拍，用安怎咧？我话我叫查路，遐我叫拍啦。男性是愈来愈激动，一听到警员要甲伊带转去派出所，伊随失控攻击警员。你即马是安怎？要你钱我开啊！我创啊，甲你开。警员也靠人来斗相共，被员警赶到现场，甲男性压制伫涂骹。警方表示，男性揸违禁的刀仔，会依照涉嫌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来上班。因若攻击警员的部分，也得爱追究法律责任。那本案陈嫌辱骂及攻击警方行为，依妨碍公务予以侦办。因若伫台中有2位男性伫酒店啉酒，相封锁冤家，警员到场处理，要准备问动手的姓林的男性，对封锁出手攻击警方，警员以嫌酒醉来反制。请你站住！请你站住！请你站住！我看到，请你站住！我拿手架！请你站住！趴下！这案的林姓男子有那个不听警方劝止甚至那个妨碍公务执行之情形啦。警方甲现场2个受伤的人送病院治疗，毋过动手的姓林的男性，另外3个朋友又搁到急诊室来起诉。警方落尾甲3个人全部抓起来，依照伤害、滚住、相拍，佮违反医疗法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迄到台南观光，这停车是一个大问题哦。有民意代表指出讲，有民众停伫咧停车场停无够1天，说着要6000多块，却因为这标示无清楚，民众定定叫互台北。台南市交通局表示讲，这停车场的收费是市场机制，不过交通局也要求业者，这收费的标示就要写清楚。那来到观光胜地台南，不管你是要食点心，也是看古迹，去停车场停车，到底要收偌济才合理？实际去看民间的停车场，有连一天上济收偌济都无标清楚，逐间停车场的算法都无同，有的停20分钟收20，有的半点钟收50。民众去停车场，所有人讲判的经验，颠倒是袂少。一定不会去停啊！真的？为什么？我停路边比较便宜啊。自己花有遇到过这样子的状况啊，但是没有看好公告而已。他缴多少了？好像就是缴1天下来缴了600多块啊。要我过去一次教训之后，就下次就才会注意到。有一点困扰啦，那是觉得他要给人家写一下啦。那如果说列假日也是无上限，这个部分变成说，有些民众会变成不知道啦。对此，有民代表示，特别有民众停车停无到1天，去用收1000多块。事实上，台南高费率的停车场前10名，大约拢集中伫中西区甲东区，有的就无写讲上济收偌济。交通局表示，民间咧经营的停车场收费是照市场机制，不过但已经有要定相关的办法来改善。主管机关是一个核备，已经研议相关的做法要求业者在新设或者是换证的时候，以统一格式也就是每小时费率的方式。来做现场的费率的告示。市府强调，未来新开停车场的业者都要明确标示6点钟的收费标准。今仔市府提供的停车 App 手机软体，甲实际停车格显示的数量斗袂合，嘛会加强改善，嘛互民众来到台南观光停车更加便利。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的暨南大学，因为离埔里市区还有10外公里，无奥多巴的学生敢若会当坐公车。学校即马招待生伫校园内面引进共享的电动奥多巴，这学生甲游客拢会当使用。骑共享电动机车准备去埔里市区，则是国立暨南大学。学生讲，就算即马无家己的机车伫校园内底，也享受到骑车的方便。机动性是一个问题，再来便利性，然后考虑到两地移动之间的那个效率。东西收拾好，带着行李，我就可以骑车下山，我不用在学校就排队排很久。暨南大学离埔里市区差不多10外公里，学生大部分爱家己买汽机车或者是坐公车，不过离峰或者是休寒休热班次真少，互袂少学生交通真做问题。学校引进这款共享电动机车，只要下载手机 App， 不管是游客或者是学生，拢能解决交通问题。它可以让你再骑到埔里镇上，再骑回来学校这样。那我们之前也有记录，也有人骑到镇上的能高瀑布去，就是其实去爬山也是可以的。
学校规划第一批启用的共享电动机车数量100台，除了伫校园设充电桩，第一步里市区也有。校外总共12个行车点，增加使用方便。未来希望扩充到周边景点甲社区。那营运好，它自然就会慢慢的拓展出去。那再来就是说，充电桩的取得也是一个比较他们需要比较克服的地方嘛。学校表示，目前需要克服的是用电甲用地处理的问题。不过，以目前效益来看，不止减低学生买车压力，也缓解传统汽车造成空气污染、甲停车位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花莲家扶中心有一个单位专门教一寡弱势妈妈做裁缝。最近，这个妈妈也利用牛仔布做物件，伫花莲的上园别馆伫咧展览。咱做回来看卖。也伫花莲上园别馆的二楼展场，即马上流行的各种关系事物，也有古水红啊，甚至家具碰衣套。创作者是花莲家扶中心的家扶小铺妈妈，材料是使用废弃的牛仔布单联布料。单林它其实是可以很多变化的，也很生活化。像我们把它做成像家里的盆栽，这些在家里的装置都可以用得到的。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做成3人沙发。你看这些作品喜欢吗？你会不会想要购买或者这样布置？会，做的就是还蛮像的，而且比原始的更像。花莲家扶中心的家扶小铺伫民国98年成立决单，已经无法度算帮助过偌济单亲还是弱势家庭妈妈还是专长，因原本主要的工作拢是以裁缝为主，即马煞会当创作，互学员拢真欢喜。我用牛仔裤做了花语，全部加起来9000片，很有成就感了。近2年开始训练家长，开始做一些创作，在过程当中去提升他们自我的信心、美感等等。这次很多的大型的物件跟商品，其实是所有的家庭跟我们的工作同仁一起去集体把它创作出来。家扶中心强调，感谢国内知名牛仔裤公司长期提供废弃单林布料，予家扶小铺渐渐啊转型走向创作型工作室，所以也特别成立后山加油品牌。卖所得也是会用伫帮助花莲的弱势家庭。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环保局举办一个守护水资源活动，做学生囡仔担任导览员，带民众来了解垃圾水的处理过程，也透过 AR 进行趣味活动，教大家水资源的相关知识。里面还有很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小小导览员带大家了解垃圾水是安怎处理的，另外佮透过影片，让民众知影原来水的净化过程是经过几啊摆的过滤程序，才有办法变清气，帮学生更加了解爱珍惜水资源。不要把垃圾丢到河川里面，然后假如去大海玩的话，不要把垃圾丢到里面，要记得带走。去海滩捡那个人类丢弃的垃圾，然后不要乱排放污水到海里。目前新竹市已经启用11座废污水相关的处理场，总共已经处理过用水量有6万多吨，每天会使处理267000人所产生的生化污水。包括3个哦，一个就是人工湿地，一个呢就是砾间的一个设施的处理，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截流，把它截流到污水处理厂这整个系统。但这个系统呢，就是让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周边的这些水域不会让我们的一些家庭的污水受到污染哦。新竹市环保局小连续3年举办守护水资源活动，今年佫特别找来国小学生成立小小巡守队，希望透过学习将环保观念带回去厝内，也甲大人讲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去年台湾油仔的产量超过71200吨，其中有7000多吨是外销。今年产量却比去年佫较济，外销却来减少。为着要协助油仔农呢来增加这销量，农粮署就邀请嘉义大学、中兴大学、甲高雄科技大学深入油仔的研究中心，希望用食品加工的方式来增加国内油仔的销量。用机器替油仔剥皮，刷来用人工背内底油仔肉。食品加工业者甲大学共同开发油仔的加工方法，为了提升油仔伫食品的使用量。它1罐果酱就需要5颗柚子，但是今天如果没有设备做协助的话，光是用人工这5颗可能要剥1个小时。因为其实柚子的加工并没有那么容易，
包括它的成本都很高。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柚子研究中心，它能开发出很多柚子的一个产品。为了增加国产柚仔的销量，农粮署甲家己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做伙合作，成立柚仔研究中心。唔但开发设备，嘛要用循环经济概念，多元开发柚仔的产品。今年确实采收期会比较短啊，所以整个的产期比较集中。除了鲜食之外，我们是要提供让农美有一个就是做大果加工的部分。加工很需要的知识叫加热，柚子其实蛮怕热。那再加上因为近期我们的外销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所以政府机构它希望我们开始大力的去帮我们的柚农们找一些新的出路。柚仔饮料、冰淇淋、果子酱，甚至阁有用柚仔皮、柚仔肉做鸭烟肠。农粮署表示，三观合作会推广加工技术，希望国产柚仔未来唔但是做一个水果，阁爱规年冬天拢食会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4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2度。天后金门马祖对25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